比亲像家己，这个才是大的，也是。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好，请坐。过来，咱用诗篇100篇来刻印，我来刻，你来印。刻印文诗篇100篇，全地着摇花手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好，这时咱请阿头来祈祷。慈悲听阮的爸上帝，感谢你用智慧的灵来带阮经过一切日子。搁伫主耶稣丰盛的活命，圣神的引带来过日。当阮伫主你来到教会，用乌罗做祭，献伫你的面前，也为世界的和平你求，互乌俄以巴战争平煞，人民得到平安。搁为着即政者祈祷，求你互因用听智慧公义来治理。因为公义互邦国高举，阮中间有破病的、心神软弱的，求你医治保守，互因搁到伫圣殿来感谢你、学罗你、荣耀你、荣耀互你。阮伫今日也要甲主耶稣共济道，求你赦免阮的罪，互阮用清洁的心来领受饼甲杯，也常常思想你为阮定时计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赦免阮的不义，互阮何等的稳定。求你互詹牧师做你的出口，将你奥妙的信息来透放，互阮得到天而来的教示，做阮的准绳。阮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这时学落，咱请圣歌队。谢谢。
这是咱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7章11节至17节。过无偌久，耶稣去一个城，名叫拿因，伊的学生甲规阵人甲伊同行，要进城门，拄着有人扛一个死人出来。伊的老母高高生即个囝，阁是守寡，城内有侪人伫送伊。主看见就怜悯伊，甲伊讲无得好，就挖去摸迄个靠生死的价。讲的人听骹，伊就讲：少年人啊，我甲你讲，起来。死的人就起来坐，煞讲话。耶稣就将伊互伊的老母，众人拢惊吓，归因讲上帝，讲大先知有兴起伫咱中间，佮讲上帝有看顾伊的百姓。对安尼，耶稣即个名声遍传伫犹太甲周围的所在。以上，今日正道，咱请詹牧师，伊要为咱正道的题目是对绝望到希望。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大声做伙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搁一届欢喜来到你的面前，阮伫遮做伙来敬拜，做伙来感谢。阮也做伙伫即搭遮，要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愿你的话成做阮众人的帮助，也互阮伫你的话语中间，阮搁一届得到提醒，阮也搁一届得到造就甲激励。愿将每一个人交伫你的手中，忧伤艰苦的，求你来安慰；拄着病痛的，求你来坚固。主，阮若是伫喜乐，阮若是伫信心充满，求主你保守，互阮无伫骄傲中间来跋倒。愿你的听从你的稳定，甲阮众人伫底，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咱顶一届讲道诶，讲啥物？大家敢过会记诶？袂记诶，不要紧啦吼。嘿，咱顶一届讲到一个伯仲，伊来求耶稣来医治伊的囝儿吼，医治伊的奴仆啦吼。即个故事吼，伊马上接续了以后，咱今仔所读的即段圣经讲，耶稣伊接续伊就来到拿因即个所在吼。所以咱伫咧看即个经文的时候，咱会发觉到讲，圣经的作者伊特别甲即两件代志甲放做伙，伊甲放做伙做一个比较吼。咱来注意看讲，即两件代志有啥物款的差别吼？有一个我做一个表啦吼，就是即个伯仲甲即个寡妇有啥物差别？一个是有钱有势，一个是无钱无势；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查甫人，一个是妇人人吼。耶稣伊伫伊的奴仆，甲耶稣互伊的囝搁活。即个受伊治的即个奴仆，伊是急要死啊！吼，伊病要真严重，急要死啊！总是即个寡妇的囡仔是已经死啊！吼，即个伯仲又去求耶稣甲伊医治，但是即个寡妇伊对伊也看到耶稣的心，伊无提出任何要求吼。然后伯仲显出伊足有信心，吼，伊讲你毋免来阮兜吼，你只要一句话就好啊！吼。所以，这个伯仲有显出信心，但是这个寡妇伊无表现出任何的信心，伊敢若悲伤哀哭尔吼。然后，伫这个医治的中间，伯仲的医治的中间，耶稣无去到现场。伫这个寡妇的囡仔受到国活，会当得到国活这件代志是耶稣伫现场采取行动吼。然后，伯仲的奴仆得到医治，无记载讲大家有啥物反应懊恼感谢啥物拢无。总是伫即个寡妇的囡仔国活的时阵，众人拢感觉真恶影。哇，哪有即款的代志？真诶啊，弟姊妹，这是即个经文，咱简单一个对照时，咱就发觉到讲，这是真大的无相共。所以咱讲，即两个队伍吼，圣经甲咱讲，这是两个行伍，圣经讲过无偌久的时间哦，耶稣一座城去，即个城叫做拿因吼。那因即个所在是伫即个圣经内底吼，距离加必隆即个所在差不多行路1天的时间哦。考起来所在是加必隆吼，即个下底即个所在是拿因吼，中央是拿色勒城吼。伊差不多离即个拿色勒城差不多东南边差不多8公里的所在吼。拿因的意思就是一个美丽的城吼。即个美丽的城，咱要讲是发生一件无美丽的代志啦。圣经甲咱讲，圣经讲。
军队耶稣的人安怎？伊的行伍极其侪人吼，足侪人甲伊做伙行啦。所以即届耶稣伊去到哪因的即个所在，毋是一个人去尔吼，也是讲伊规个门徒甲伊去，是一大群人甲伊做伙去。啊，长长的一个行伍来到即个哪因城的城门口，弄着吼，讲迎面弄着另外一个出城的队伍吼。真诶，兄弟姊妹，咱当想想吼，即两个队伍是一个完全无相共的队伍吼。要入城的即个队伍，伊是安怎？伊是充满快乐、希望吼。咱讲快乐、希望信耶稣吼，因即个人就是真欢喜、真快乐，哇！因是充满喜笑的一个行伍，总是出城的即个行伍是啥物？充满绝望、悲伤、艰苦、目屎。亲爱的姊妹，所以即两个城，第一个城要入城的即个队伍是以耶稣做中心的一个队伍，但是即个要出城的即个行伍，伊是以即个寡妇做中心的即个行伍吼。咱讲的即两个充满对比的队伍，拄啊好伫臭拄坎伫即个城门口对着吼。亲爱的姊妹，你想这对咱来讲有啥物意思咧？即两个队伍若相拄着，无任何的反应，无任何的改变，即敢若啥物？敢若讲一个人若信耶稣吼，军队耶稣的人若是充满喜乐平安，这是稳定的队伍，这当然是好。但是安怎？信耶稣若敢若安尼无够好啦。如果信耶稣是我们充满平安喜乐啊，很开心，很棒，很好，这安尼好，但是无够好。为什么讲安尼无够好？因为即个队伍若无影响力。伊无法度带互别人改变，伊敢若家己真快乐、真喜乐。哇！阮信耶稣，阮伫中兴教会有够好，但是即个有够好，甲恁无关系啦，阮好尔，恁无好。所以安尼敢若好，只是但是无够好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即两个队伍拄着的时阵，咱当然袂期待讲信耶稣的人足快乐的，因就走啊。迄个足悲伤、足艰苦、流目屎的队伍，伊就安怎？伊嘛离开啊。各过各的，田无高，水无流啊！我妈妈以前常常咧讲，一人一家代，公妈随人财吼，迄是恁兜的代志啊！恁信耶稣是恁信耶稣啊，阮无信耶稣是阮无信耶稣的啊！安尼无影响。我想，如果若是安尼，基督教信仰无啥物好值得信的，因为迄是咱兜的代志，甲别人拢无关系。咱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拢知影，咱的信仰毋是干那家己好就好啊啦，敢毋是？然后咱伫即个经文中间，咱就看见。有真重要的代志吼，圣经甲咱讲耶稣伊采取一个主动的态度吼。圣经讲有一个死人，互人讲出来，吼这个死人伊有一个老母，吼，这个死人是这个老母是伊是伊老母的独生囝，吼伊的老母阁是一个寡妇啊。亲爱的姊妹，你看圣经安尼甲咱讲伊已经死啊。伊互人讲出来，总是一个独生的囝，伊的妈妈阁是寡妇吼。对即个寡妇来讲，这是伊人生中间上界悲惨的一件事啦。生死啊，干那一个囝，而且即个独生的囝真无简单，甲伊饲大汉，总是伊还未结婚，伊就安怎？伊就翘去啊！这就是即个妇人人伊人生上落尾的愿望，也缀安尼消息啦。现在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吼，咱袂当用咱今仔日的世界去想象。伫犹太人迄个时代、迄个社会的时阵，一个寡妇一旦伊无有囝，伊无法度继承丈夫的财产吼。甲咱今仔日民法无共款吼，今仔若先生翘去啊，先生的财产拢是太太的吼，无生囡仔拢是伊的吼。总是伫迄个时代，只有查甫人有继承权，妇人人是无有任何的继承权的吼。所以伊无囝，伊安怎？伊就失去伊的碗筷吼。伊无有产业，伊嘛无身份，无有地位，伊就干那会当成做一个碗筷，别人救济吼。我咧讲，有时阵日子足歹过，有时阵日子足歹过，就是迄个歹过到一个程度，即款的妇人人真不幸，干那人共讨、共分、靠人饲，或者是做妓女。迄就是迄个时代悲惨的状况啦吼。所以咱要讲的是讲，当即个寡妇伊看见伊的囡仔、独生的囡仔死的时阵，
伊对安尼失去伊人生所有的愿望啊，当一个即个充满悲伤、充满艰苦、充满应该讲完全无愿望的一个人，伊甲耶稣相拄的时阵，亲爱兄弟姊妹，你敢有啥物期待？咱若注意看即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即个妇人人好亲像伊毋知影耶稣是啥，伊毋知耶稣是啥啊，吼！就算讲有可能伊知影耶稣是啥，伊嘛安怎？伊嘛切心啊啦，安怎？无可能啊，绝对无可能，无有人会当互人死去，搁活起来啊！所以，伊对耶稣无提出任何要求，伊对耶稣甚至无任何反应吼。伊就是咱中文讲的迄个爱莫大于心死，已经死心啊！吼，所以即个已经失去所有人生愿望的人。伊甚至有可能连祈祷、连恳求都失去能力啊！圣经甲咱安怎讲？圣经甲咱讲，主看见迄位寡妇啊！真爱兄弟姊妹，我感觉这段圣经是即句话是一个真特别的话吼。哦，真侪人吼来教会做礼拜吼，拢感觉牧师拢无甲我照顾，牧师拢无甲我祈祷，牧师拢毋知我心内艰苦。你有安尼感觉无？啊，恁安尼恁拢无啦，恁拢足迄落吼。但是真侪人伊内心有满腹的艰苦啊，但是伊感觉我即礼拜去教会做礼拜，牧师拢无替我祈祷吼，牧师拢无来甲我关心嘛。毋是伊无好啦，因为牧师没有超能力啦，牧师毋是上帝啦，所以牧师伊无法度随时去知影每一个人的需要，无迄个能力看见你的需要。但是恁甲咱讲啥物？主看见迄位寡妇啦。这就是咱的主，伊看见迄个寡妇，毋是敢若看见的尔，是因为即句话是咧甲咱讲，咱的主耶稣知影伊内心的苦情啊，知影伊心中的迄个悲白，伊知影伊内心充满痛苦、失望，甚至绝望。当主耶稣看见伊的时阵，伊知影伊的处境，伊看见伊迄个无法度搁好，无法度搁流目屎伊迄个心啊！亲爱兄弟姊妹，我要讲的，这就是咱的主啊！伊知影咱的需要。第二，圣经甲咱讲啥物？就怜悯伊。哦，你若有圣经，你摕出来对照看吼。哦，我这个不是，我这是毋是节录嘛？我这是按照顺序下来吼。圣经头讲伊着怜悯伊。像那样，你姊妹即句话甲咱讲啥物？咱的上帝毋是敢若知影咱的苦情尔吼。有人知影你的苦情，伫遐创啥？死好啦，对不对？你有看过即款人无？有啦。可能你就是即款人吼，为虾米？我甲你讲啊，你若是哪看到你个啊死好啦，啊你个看到哪哦，即个会死啦，啊若看到白啊两个拢互死，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咱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爱合适亲像耶稣啊，咱看到咱讨厌啊，咱无介意啊，咱就讲会死，你有感觉无？我们是立场决定一切，颜色决定一切，这就是人的罪性。人讲叫牧师啊，阮教会有电来讲啊，牧师啊，讲政治啊，我讲的政治可能甲你讲的政治无共，我讲的政治你可能听袂落。为什么？不是我的颜色比较奇怪哦，是我毋是徛，咱常常是徛咧家己的立场咧讲代志。我们常常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讲事情哈。最近咱咱台湾哈，有一位选手拿了一位金牌哈，对不对？啊，这件事情那是中国的选手摕金牌吼，啊是咱甲咱的选手共款。我想台湾毋是安尼吼，因为伊是台湾人，咱台湾人拢听伊吼。啊，咱台湾人对迄个性别了解是啥物？你爱咱爱去了解啥物叫做性别议题吼。即摆无咧讲性别平等啊，即摆强调伫性别主流叫做性别多元。咱以前拢咧讲啊，性别平等就是男的甲女的爱平等吼。这个观念，你若是咧强调性别平等，你表示讲你对性别的理解是已经落伍。即摆讲的是性别多元，就是偏偏是一个女性，咱讲的女性有真多元的定义啊，毋是敢若看 SY 染色体啊，毋是敢若看睾固酮，毋是敢若看讲伊出生的时阵，伊的迄个第二性征啊，伊的性征是啥物尔？迄是一个多元哦。啊，真侪人毋知影这个议题，啊，伊是咱台湾人，咱就甲听啊。啊，伊若是中国人吼，咱就无甲听。为什么我们被立场决定吼？但是咱看见圣经甲咱讲啥物？主耶稣讲啊，
伊就怜悯伊啊。伊无讲你无信耶稣，哦，你即个恁囝死啊，当时你无信耶稣啊，所以你无即个机会。这互咱看见啥物？咱的上帝毋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伊毋是无感情的上帝啊。咱的上帝毋是对咱的处境伊无感觉吼。咱的上帝无管咱有信伊无信伊，伊拢是听叹世间人的上帝。吼，这个有时候咱做基督徒爱小可较有量的吼。你知影哦？有的基督徒会想讲，上帝是阮的呢。你无信耶稣，你是世俗人哦。我小时候听到世俗人这句话，我感觉啊。这句话足伤人的吼，世俗人这句话带着歧视，你知影？吼，咱爱说你啊，咱会甲上帝当作是咱的，但是你爱知影，真侪时阵上帝甲咱无共款吼，上帝甲咱无共，伊怜悯啊，伊看见迄个有需要的人，伊听因的祈祷啊，上帝听信耶稣的人祈祷，嘛听无信耶稣的人的祈祷，你相信无？吼，咱这叫做啥物？咱这叫做迄个平等式的恩典啦，上帝互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落雨互义人，嘛互不义的人。哦，所以咱的上帝毋是干咱信耶稣的人下尔，伊嘛看见遐个伫艰苦的中间的人会祈祷吼。哦，所以有时候咱爱知影，咱的上帝伊是一个怜悯的上帝吼，伊是有感觉的，伊毋是看咱伫迄个。目睭看咱紧紧伫迄个苦难的中间吼，伊不爱插咱。然后耶稣对伊讲啥物？就对伊讲，毋通哭，毋通哭。即句话对咱讲是一个足大的提醒哦。咱毋是甲看见一个人伫哀伤的时阵，咱就甲伊讲耶稣讲毋通哭。无啦，即句话咱毋通随便对一个哀伤的人安尼讲吼。咱的主耶稣对即个寡妇讲毋通哭，是因为伊有能力，伊会当改变。伊会当医治，所以伊甲伊讲毋通哭。总是咱若无能力、无法度改变、无法度帮人的时阵，咱敢若叫人毋通哭，安尼是无好的吼。我们不是阻止别人哀伤吼，有时候我们不太会人家敢安慰吼，咱来叫人毋通哭吼，莫阁哭啊吼。吼，亲爱的姊妹，哀伤是对人身体有健康的啦。哦，咱以前基督教拢有人讲做安怎？信耶稣安怎？对，死无人哭。像讲信耶稣袂使哭。我常常主持个别礼拜的，迄个要火化还是灵卜的时，会友拢啊伫遐哭。我拢嘛叫因，我拢毋捌叫过因袂使哭。为怎样？迄是真自然的嘛。你接听即个人，哦，莫讲巧去吼，迄男女朋友分手的时就咧哭，也无死啊，伊嘛咧哭。因为咱失落嘛。失落，互咱忧伤嘛。失落，互咱忧伤，忧伤正常是安怎？就是哭啊。哦，所以会当哭啊。耶稣毋是叫伊袂当哭，咱伫迄个忧伤，咱会当哭，总是咱知影，咱有愿望。所以基督教毋是亲像人迄款会当哭，但是你免亲像别人安尼安尼，哦，嚎甲伫涂骹顾来顾去吼，真侪时阵，我小时候吼，我第一代吼，我去参加阮。阿公阿嬷迄个告别式的时阵，我看到阮阿姑阿姨因就是安尼伫涂骹顾来顾去安尼哦。哦，我囡仔毋捌吼，因为迄个时阵规定敢若女会当哭，咱台湾人的习俗你知影？女性爱去围伫棺材边啊大声吼安尼吼。我囡仔人戆戆，毋知影缀起啊去哭安尼，去大人揪去边啊吼。伊讲你查甫免哭。我要讲的是。咱拄着忧伤的时，咱拢会当流目屎吼。总是咱基督徒无共的是，咱有愿望啊。所以咱毋是叫人毋免哭，咱是甲讲，你甲你的艰苦表达出来，你甲你的忧伤表达出来。总是咱知影，咱有愿望，咱有愿望啊。所以咱无遐尼忧伤，无过头忧伤，是因为咱有愿望吼。圣经无甲咱讲。圣经无甲咱讲，即个寡妇吼，听见耶稣甲伊讲毋免哭的，毋通哭的时阵，伊是毋是还阁咧哭？伊嘛无甲咱讲，伊听见耶稣安尼甲讲，伊就对耶稣求主耶稣，互阮囝阁活。无，伊嘛无讲伊就目睛自行看耶稣，期待耶稣为伊做啥物代志。无，圣经伫遮啥物拢无讲吼。我想问，即搭遮上重要的所在，毋是在伫即个寡妇有啥物反应哈，是在伫咱的主要成就啥物款的代志。
然后圣经讲，耶稣就徛正前，甲换着即个棺材的人吼。无人要求耶稣做啥物，耶稣伊家己主动，伊甲即个项目甲伊动落来。亲爱兄弟姊妹，伊讲伊甲换掉即个野的即个杠吼，即句话你若照律法来看，耶稣已经无清气，因为死人是无清气，任何人去吸着甲死人有关系物件，伊就变做是无清气吼。但是耶稣伊无咧管律法的遮清气无清气的代志吼，伊做即件代志，因为有更较重要的目的吼。然后耶稣用伊的官兵讲：“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亲爱兄弟姊妹，没有 CPR， 没有 AED 哈，也没有念什么咒语或者是特别的仪式。有的人哈利波特看了足侪人讲啊，这边叫人国话应该爱念一段咒语哈，啊无那会起来。这就是我们对能力的想象哈。但是耶稣无安尼吼，耶稣嘛毋是亲像咱的讲，我换一个衫咧吼，帮我煮一座台啊，我要拿着木头剑，然后扔吼。咱的主耶稣拢毋免这吼，所以咱的上帝是一个足特别的上帝，伊是靠着全能，靠着伊的官兵，然后伊叫伊起来。圣经讲，迄个死人伊就坐起来，并且会讲话吼，伊就坐起来，并且会讲话。亲爱兄弟姊妹，一个人呐，病人伊若咱家己坐起来。吼，你毋免甲吵咧，伊会当家己坐起来，甲咱讲话，就表示安怎？伊的状况还阁袂歹吼。不然哪一天等你躺在那里坐袂起来，你就知我咧讲啥物啊？啊，我是开玩笑吼。我有时阵咱若身体足忝的时，咱连坐都无才了坐啊。啊讲啊，我甲你迄个电动床甲你摇起来一下，对毋对？表示即个人伊毋是干那啊，暂时啊，那目睭揢金安尼尔，伊是恢复。吼。然后圣经甲咱讲，众人拢戆影，归荣耀互上帝。因讲有大先知伫咱的中间兴起来啊！上帝眷顾伊的百姓。亲爱兄弟姊妹，当人看见即款的一个先知的时候，因着阿罗上帝，因承认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然后耶稣的使者嘛，传扬搁到较远的所在吼。实际上，咱若真认真来看即个背种。奴仆受到医治，甲即个寡妇的囡仔得到去活，咱要讲的这两件神迹是要强调同一件事。要强调什么款代志？伊要互咱读圣经的人去想，耶稣到底是一罪？伊到底是啥物人啊？伊到底是啥物人？耶稣伊家己声明讲，我是迄个将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咱看见伫圣经的中间，无有任何一个先知。伊所做当超越耶稣所做。路加福音第一大家记载这个神迹，是要甲咱每一个读圣经的人清楚去明白知影一件事：什么代志？这位耶稣就是上帝，伊就是上帝啦。透过今仔日嘅圣经，咱有几件代志，咱会当做伙来思考的吼。就是第一件代志，我要甲大家兄弟姊妹讲的，就是信心常常是上重要的。但是，咱毋通忘记，信心乃是因为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你若有信心，上帝是残忍的，你有信心无效啦。你知我咧讲啥物无？如果上帝是一个残忍的上帝，你相信有一位上帝啊，是啊，真的有一位上帝，但是那个上帝是不理你的，是残忍的，是你底下吼，你底下哭，观音到的代志，互你死。安尼你有信心有效无？无效啊！哦，我讲啊，咱有一个上，假设我讲一下，讲啊，咱有一个总统，这个总统最有能力的，但是我爱插你啊！你甲讲什么吼？当然，我们的总统也不能够违反法律啦吼。我讲假设啦吼，用皇帝来讲，这个皇帝若无爱插你，伊根本就你甲靠你去甲跪，伊嘛无爱插你，伊有能力甲你无关系。但是咱的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所以伊有怜悯啊。咱爱做清楚，咱的信心是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吼，所以咱的信心不是用来操弄上帝啊，不是我很有信心，所以我可以叫上帝做这个做那个，不是吼，是咱知影，咱有信心是因为伫上帝的怜悯甲伊的恩典内面，咱去超找上帝的帮助，所以咱足感谢是这位有怜悯的上帝，伊互咱因为有信心会当来挖靠伊。毋是因为咱有足信心的，所以上帝爱听我的话。
这是咱咧讲信心一个真重要的一件事吼。伫即个圣经的中间，咱看见即个寡妇，我要讲的是，即个寡妇无互人摕到伊有任何信心的作为，伊无任何信心的行动，或者是任何信心的反应吼，无啦，伊完全拢无吼。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例吼。我以前少年的时阵，我常常听人录音带我看，互我听啦吼。那个时代是录音带时代吼，真的是古早时代吼。啊，迄录音带内底我拢听了讲文，拢强调讲啊，要被医治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什么？哦，迄讲文拢足激动的吼，就是要有信心，要么就是被医治的有信心，要么就是帮他祈求的人有信心。但是咱今仔日看到一个例外啦，圣经内底有足侪原则，但是原则内底有例外吼。什么例外？就是即个人今仔日这段圣经无摕到任何人有信心啊，吼，无有任何人有信心，甚至即个寡妇啥物都拢无做啦，吼，哦，伊唯一做一件代志，啥物？圣经讲伊做啥物？对，有人讲吼，嘿，哭啦，伊就是哭尔，伊就是哭。你若有认真吼，你甲即段圣经你甲注意看，伊敢若哭尔啦。咱兄弟姊妹，咱讲啊，哭有啥物路用？你敢若哭尔吼？咱常常甲囡仔讲，讲你哭啥物路用？敢若要哭尔吼？亲爱兄弟姊妹，哭伫上帝面头前真有路用啦。哭反映咱信仰一个真重要的根本。咱伫上帝面头前哭是有路用的啊。因为啥物？因为圣经甲咱讲啥物？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无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亲爱的姊妹，你若袂记得你的上帝是一个安尼款的上帝，你毋知影讲，我会当去上帝面头前靠偌伊啊？安尼真可惜啊！你失去了我们在信仰里面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是咱能靠偌伊。咱能承认上帝，我做袂到，我无法度。上帝，我真艰苦，我真需要你，请你帮助我，请你怜悯我。亲爱的姊妹。这是一个我要讲的吼，这可能比足侪人咧讲哇，你爱有信心，有信心较重要吼。因为你的信心若毋是出自上帝的怜悯，你的信心无效。但是你只要知影上帝是恩典有怜悯的，你会晓靠赖伊，这就是一件足水的代志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有怜悯的上帝，所以伊无愿意一人沉沦，那愿意人拢悔改啦。嘛，就是因为伊遮尔疼咱到即个地步，所以伊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叫一切相信伊人袂沉沦，会得永活。所以，亲爱的姊妹，咱有一个真重要的观念，什么款的观念？上帝拯救咱，毋是因为咱大成做了啥物，乃是因为伊是一位疼的上帝，是一位怜悯的上帝，是一位恩典的上帝。这才是拯救上重要的所在吼。有时阵吼，咱台湾人会足困难信耶稣，就是咱台湾人的迄个公德思想太重吼。就算讲咱是信耶稣的，咱嘛是有迄个公德思想吼。咱会讲，咱爱安尼，咱爱安尼，咱爱安尼，上帝较会欢喜。这个是我们台湾人信耶稣一个很大的阻碍哦。你甲伊讲哇，信耶稣啥物拢免做，你只要信就好啊。伊讲哇，这也太简单嘞哈，简单到让我不太相信嘞。哦，咱台湾人会安尼吼，你感觉太简单啊，简单到一个程度吼，因为我们台湾人缺乏恩典的观念，台湾人无啥物恩典的观念吼，台湾人较有的观念是报应。哦，啊，报应的观念就是你做偌济好代志，甲你做偌济歹代志，摕来比嘛。啊，若比了，你好代志较济，你较有福报啊。啊，你若歹代志较济，啊，你就知死啊。台湾人的观念是安尼啊，但是咱讲的是恩典啊，恩典毋是咱做啥物，是上帝伊做吼。上帝伫伊完成伊一切所做了以后，伊要求咱只要安怎？只要相信。所以信是回应，毋是功劳啊，毋是我足有信心的，哦，我信足大的吼。信会当着会互上帝意爱，但是信毋是功劳啊。所以咱会当了解来讲，为什么这个寡妇，咱若对这个有一个深刻了解，咱了解讲，为什么这个寡妇啥物拢无做，伊敢若只有哭，耶稣就甲伊斗相共。因为咱上帝是恩典的上帝啊。咱若对这点有真深刻的了解的时阵，我会甲你讲，伫
伫你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知影爱安怎做，你会知影爱安怎祈祷，你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甲伊靠赖，甲伊恳求。第二，伫今仔咱的经文的中间，咱会当来学习怎样甲人陪伴人忧伤啦吼。真侪时阵，咱看见人拄着哀伤的时阵，咱会甲伊讲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你就不要再难过了哈。实际上，咱莫亲像耶稣安尼讲啊，不要哭了吼，莫哭吼，因为咱无迄个能力吼。除非咱会当亲像耶稣安尼讲款，互死人搁活吼。圣经甲咱有甲咱教讲如何哀伤辅导吼，毋是叫伊毋通哭，圣经是叫咱安怎？圣经叫咱安怎？毋是叫伊毋通哭，圣经叫咱安怎？叫咱甲伊做伙哭啦，敢毋是？圣经毋是叫伊莫哭，是叫咱陪哭啊！啊，咱拢共倒病啊，毋是家己无爱哭以外，佮叫人不要哭吼。哦，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怎样？同哭啊！哦，所以你若了解这点，你就知影讲，你哀伤的人，我安怎？我们要拥有一种能力，感受别人情绪、感受别人感觉的能力吼。伊伫哀伤的中间，我嘛感觉哀伤吼；伊伫迄个艰苦的中间，我嘛感觉真艰苦吼。安尼伊就感觉安怎？真受安慰啊！甚至迄个哀伤的人就讲啊，我足艰苦啊，我的世界啊，拢黑暗去啊。但是恁过甲足快乐的，恁叫我不要哭啊！伊感觉安怎？恁拢足无同理心的。但是当伊咧足艰苦的时阵，伊感觉讲啊，教会人拢遮温暖的，为什么？因拢甲我共款艰苦，因拢甲我共款哀伤。伊拢甲我共款流目屎，伊感觉伊无孤单。哦，所以咱毋通对别人的情绪无感觉吼。咱若对别人的情绪无感觉，咱的教会就会敢若冷冻库。咱若对别人的情绪足有感觉的时阵，哇，人会感觉咱教会是一个充满温暖吼。哦，传道书安尼讲，智慧的人伫做爽之家啊，愚妄的人伫快乐之家吼。所以这是圣经甲咱讲的吼，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妄？圣经爱咱是陪伴遐哀伤的人，开时间甲因陪伴吼，毋是甲因讲啊，你著毋通哭安尼。咱爱去容阮别人有哀伤的时间吼，咱毋是甲咱叫伊赶紧好起来吼，甲伊的伤口安尼 OK 棒凊彩大大就好啊吼，叫伊马上过正常的生活。实际上，咱若陪伴伊有够额哀伤的时间，会当互人搁较安怎，容易过恢复正常的生活。我来讲一个咱台湾人的迄个习惯吼，咱台湾人若厝里有人过身的时阵吼，古早时代爱去别人家安怎？恁拢毋是台湾人吗？还是恁拢无拄着过？去别人因兜门口搭红纸啦，即马较少啦吼，有无？去搭别人因兜搭红纸啊！咱若听讲因兜有人过身的时阵安怎？台湾人的习惯安怎？闪较远的吼，敢毋是啊？因为咱台湾人惊死人啊！台湾人足惊死人的啊！我无讲毋对啊！你是基督徒吼，基督徒较无像台湾人吼，基督徒较毋惊死人吼。所以咱台湾人若厝里别人因兜有死人的时候，哎哟，大家安怎？闪较远的，这是真正的台湾人吼。但是犹太人因的习惯是啥物？你若听见隔壁人有人过身，大家拢爱去因兜。当有人过身的时阵，大家拢爱去因兜。伊怎样？爱去陪伴，甲伊做伙哭。耶稣伊伫迄个病了管会堂的查某囝的时阵，伊讲哇，足侪人去因兜安怎？伫遐哭，伫遐大声嚷，就是因一听着讲伊的查某囝死啊，大家拢去因兜去遐做伙哭。这就是犹太人的文化，与哀伤的人同哀伤哦。伊毋是干那伫圣经写安尼尔哦，因是真正安尼做，这是文化哦。所以咱的教会爱学习陪伴哀伤的文化。落尾，咱要讲的是绝望到希望哦。为什么耶稣要到拿因这个所在？有真侪人个讨论讲，耶稣哪会想要走去拿因吼？是毋是耶稣知影讲这个拿因的寡妇的代志，所以特别往这座城去吼？圣经无讲，总是咱知影是啥物？咱知影是这本来是一个绝望、无望的一个寡妇。总是当伊拄着耶稣了以后，咱通想象吼，大家拢哇真高兴、真欢喜，甲归应了互上帝。这个寡妇安怎？也变成做一个充满喜乐、充满望的一个人。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伊生命的见证。我要讲的是，
请问你来到教会了以后，你入免耶稣了以后，你有被改变也无？被改变啊！我要讲的是，我们人是不喜欢被改变的哈。但是咱信耶稣的人，咱的性命上大的一个所在就是需要被改变吼。啊，你讲啊，詹牧师我足可怜的，我拢无被改变。啊，但是你当有一个愿望啊，将来你会对世人中国话，你会对得到一个更较大的改变。咱的基督教是一个强调改变的信仰吼。哦，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建立在改变的信仰上面吼。啊，所以信耶稣的人甲无信耶稣的人吼，拄着一个困难的时阵，祈祷的时阵有一个足大的无相共。吼，迄个无信耶稣的人就讲啊，你帮我改运，吼去找迄个师傅啊，吼，你帮我改运吼，你改这改这吼，还是你帮我看风水改这改迄。但是改足侪项物件，一项物件免改，就是安怎？我这个人免改。我不用改变了，我只要改变阮兜的名称啊，阮兜的迄个房间的格局啦吼，啊是讲啊，我是毋是爱挂一个手指伫身躯顶头啊，挂一个迄个破链伫身躯顶头吼？我们相信这种能力，有的台湾人相信这种能力可以改变我的运势。但是啥物拢改变，就是我这人免改变。信耶稣毋是安尼啊，信耶稣袂讲牧师讲啊，你今仔日说咧吼，这本圣经摕去放伫恁兜的迄个名称头顶头吼，放伫遐你就好运起来。啊是讲你信耶稣了以后，你厝里爱吊一支十字架，啊吊咧东迄边吼，东迄边的时阵吼，哇，你的运势就好。你捌听过牧师安尼甲你讲过无？无啦。信耶稣甲你讲爱啥物？你的生命爱改变。你的生命若无改变，你信耶稣就可惜。你的生命爱改变。我本来是一个骄傲的，是一个自私的，是一个怨妒的，一个自我的，啊，是一个常常咧埋怨的，是咧共累的。啊，我常常讲白菜，我常常足贪心，我常常足诡诈，我无怜悯别人。我的生命安怎？爱改变啊！爱成做一个谦卑，一个怜悯，一个喜乐，常常学乐，交共鼓励，会晓节制，有信心，充满温暖的生命。亲爱的姊妹，你信耶稣了以后，你追求的是啥物？是毋是生命的改变？或者是我信耶稣了以后，感谢上帝哦，哦，我趁足侪钱的，使我食，使我穿，使我欠钱免还哦。咱古早人拢安尼咧，这阮妈妈甲我讲的啦。你信耶稣就是安尼吼。阮妈妈毋是基督徒吼。伊即句话咧讲啥物？即句话咧讲，遐个人生命拢无改变，干那一支喙讲啊，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才会互人安尼讲。所以咱的生命若无改变，无采咱信耶稣。咱若敢若信耶稣是要叫耶稣祝福啊，耶稣我趁大钱，耶稣我安怎，安尼伫外面的人看起来无影有见证啊。一个真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伊的生命会当影响别人的生命，因为你改变啊，因为你的改变会影响别人的生命。当别人甲你相拄的时阵，咱会当为着因带来改变。亲爱的姊妹，咱为什么当为着人带来改变？因为你已经改变了，而且是为好的改变，正面的改变。我要讲的，这就是信耶稣吼，毋是因为咱有啥物款神奇的魔力吼，是因为咱披戴耶稣，披戴基督吼，咱成做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咱的内在得到改变了。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快乐的队伍，甲这个哀伤的队伍相拄的时阵，毋是啊偶然的交汇，啊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哦，我们从此之间没有什么干戈，是这个快乐的队伍会当改变这个哀伤的队伍，互因得到快乐啊，得到平安啊。我要讲的是，咱的信仰，毋是咱干那家己好就好啊，毋是咱家己平安，咱家己喜乐安尼就好啊。更较重要的是，咱将这款的平安加喜乐带互别人，互因会当领受上帝的祝福。这是咱正做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吼，嘛是咱教会存在的目的啊。亲爱的姊妹，我毋望你听完这篇讲道篇了以后啊，毋是安尼就好啊，是咱做伙来想，我有活出这款的生命也无？阮的教会是毋是一个安尼的教会？求上帝帮助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感谢你，因为你对你的话语中间，互阮看见一个跟对耶稣的人是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更较重要是，一个跟对耶稣的人，伊会当带互人平安甲喜乐。主，阮向你恳求，
求你改变阮的生命，求你互阮伫你的内面，互阮离开侪遐个，互阮忧伤、艰苦、败坏、软弱，常常的怨妒，常常的纷争。主，互阮的生命活出谦卑，活出喜乐，活出温暖，愿意帮助人，愿意为人祈祷。主啊，互阮的生命有即款的改变的时阵，阮看见，阮也有对你遐来恩典，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愿主你的疼，你的恩，甲阮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阮安尼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即个时阵，咱要来举行圣礼典咱要来举行圣礼典，正正咱做伙来吟圣诗吼。圣诗354首，咱一个吟就好。伫吟诗的时阵，咱请咱今仔日要领受洗礼姚春美姊妹甲伊的囡仔，甲伊的先生做伙来头前。出世就属魔鬼你的旨意，朝廷应断着小刑罚，我靠家己袂为倒脱。小应做圣经的极大恩惠，经选咱人做伊行类。圣经替人担当罪过，诚心宽仁甲人感化，送为体条咱洗约，也已受亏受咱罪受，世人信心心化言行。花高天动漫好风声，上帝名约洗礼感应，表明定性坚固咱心，免咱心心顺天法度，常常照耀主道路。伫要进行圣礼典进前，我伫即搭遮有爱先甲咱的兄弟姊妹说明吼。今仔日咱要洗礼这姚春美姊妹吼，伊因为伊有有失智吼，所以无法度照咱一般人来应答牧师所要问伊的问题。总是咱感谢上帝吼，伊的先生吼即个陈炳宏兄弟吼，甲伊的囡仔吼。因安怎？因拢已经伫咱的教会洗礼。因感觉讲，哇，如果吼，妈妈若是安尼，伊嘛会甲大家做伙来认捌即个信仰安尼吼。所以伊今仔日因是用即个家庭做单位吼，要来甲牧师来即个使用吼。因为咱爱知影一件代志，咱得到上帝的救恩是出伫恩典，毋是出伫咱的啥物，咱的行为。所以上帝要求咱的是啥物？用心来接纳，总是有时阵，上帝也体谅咱人的软弱，就是讲当咱失去某一种行为能力的时阵，咱唯一会当倚靠是啥物？是恩典，毋是能力所以咱今仔日会甲姚春美姊妹洗礼，是表明信主的人是伫主的恩典内底咱是伫靠用恩典、用信心来为春美姐来行洗礼。因为圣经内底有甲人讲，伊有对迄个即个税吏毋是迄个感觉的人讲，就信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得着救。所以咱今仔日就是照着即款的信心，咱做伙来为着姚春美姊妹来洗礼。咱得着帮赞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做伙注意来听主耶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以后，也未上天大升。有安尼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
所以因就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假是因守，佮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到赦免，佮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地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啊，咱的主所调所要敬的人。这个时阵我要请姚春美的家庭的兄弟姊妹做伙注意来听。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佮洗礼。但我也安尼要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悔改，告别恁的信仰，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家庭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恁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来，当恁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圣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咱请咱的会众做伙起立，咱来读使徒圣经。咱做伙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地伫全能爸的上帝的大病。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我用姚春美姊妹的厝内的人来称呼恁吼。姚春美姊妹厝内的人，当恁已经告别这个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真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做，也无？好，来。姚春美，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甲你一尽诚信，佮愿你的神、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拢一直保全，无通嫌。当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领受洗礼，我赶考教会的头也是大人君，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佮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中兴教会小会的权柄来接纳恁，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神约的恩典。咱做伙三甲来祈祷。主美高听完天的上帝，我要来感谢你，因为你是遮尔听话。你竞选顺利这个兄的先生炳宏兄来明白你，也互伊的囝儿会当来教会接受洗礼。但阮相信，阮得着救是出于恩典，所以阮凭着这款的信心，阮来接纳顺利这加入中兴教会，成做洗礼的陪参会员。求上帝你加添快乐伫这个家庭顶面，愿你互因甲恁结连。会当永远踮伫你的疼痛，踮伫你的恩典内面。
会白听中间艰苦的中间，有主耶稣基督成做伊的保护，有信心成做伊的保护师，以四维来看待，互因会当为着恁，为着上帝来做征战，好的征战，愿你手事快力来扶持因，帮助因，愿安尼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咱来邀请咱的小会员来甲春美姐握手，甲伊厝内的人来握手来表示接纳。咱请咱的小会员。这上帝听你平安哦。咱的教会有准备这个洗礼证明甲一本圣经要送互春美姐愿上帝祝福伊，咱请先生来代表来接受。来，咱转过来咱转过来，简单介绍一下转过来咱大家看到这是春美姐甲伊厝内的人这是伊的先生冰皇兄，因为因本来因是住伫三重埔就是来咱教会总是我相信是因为咱中明教会是一个真温暖、真正当分享的教会，所以因的家庭来咱的教会做伙。春美姐伊因为伊的身体较无好，伊有失智的现象，所以无法度亲像咱一般来讲牧师甲洗礼是较紧因为我是无咱是去伊厝洗礼，因为是讲来咱教会，来咱教会所以因全家今仔日来陪伊来即搭遮来洗礼，嘛是建议讲咱的教会是诚心关心帮助咱的教会，咱做伙拍鼓来甲伊鼓励。我要讲的是我拄则讲，咱拢有改变。虽然咱的肉体、咱的身体渐渐的衰残，总是咱有迄个愿望，将来伫天顶，上帝赏赐咱新的身体。我要讲一个观念，我们常常以为灵魂复活，身体没有复活。咱拄仔咧读迄个使徒圣经内底讲啥物？肉体国活，是有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未朽坏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所以咱看见春美姐安尼领受洗礼，咱嘛相信伊将来有即款的应允伫伊的身上，是一个无共的身体是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维护诚做恁的安慰。好，我们再次的拍拍甲因恭喜。好，请咱入座别，咱入座。多谢咱即粒咱要来举行圣礼典咱做伙来吟圣诗355首。咱伫即个吟圣诗的时阵，咱嘛请咱的即个小会员来备办今仔日的服侍。
这首诗吼，我拢会感动到流目屎吼，因为伊真正表现出咱的信仰是啥物，而且这首诗甲咱提醒，咱要守信咱的节奏，无白记得咱的行动吼。伫主的内面，欢迎今仔属伫伊教会的陪参会员，有份主的恩典。请咱做伙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咬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的平安，甲咱众人参加伫地。咱做伙来听，主耶稣互人爸迄一年，伊所讲，昔日生产时所讲的话，就亲像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所领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爸迄一暝，有摕饼起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咱这个时阵，咱要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咱做伙三个来感谢。主美高天完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为着阮众人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互阮会当透过伊拍破身躯，流出宝血，来得到洗清，得到接纳。但阮即马当信的兄弟姊妹，伫遮做伙坐倒，要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阮求你帮助阮。搁一届来孝念你的恩典，透过这个杯甲饼来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也互阮明白，阮是主耶稣基督奥妙机体的一部分，帮助阮合适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的合一，结连成做机体，也帮助阮去甲别人分享即款的恩典，互搁较侪人会当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明白伊，相信伊，grund得伊。当阮即个时阵伫你的面前，搁一届求你差遣圣神入到阮的心中，互阮用敬虔的心来领受即个杯甲饼，也帮助阮伫即个领受即个杯甲饼的时阵，搁一届去体会到，阮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即种的奥妙。求你来分别圣化即个杯甲饼，也分别阮的心。互主你来感动，安尼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要邀请咱的小会员来为咱设法旁边，咱请服侍小会员来头前服侍。咱邀请已经领洗礼加入教会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来领受这个饼，
如果你还未领洗礼，还未加入教会，兄弟姊妹，请咱伫咱的座位顶头安静来默想主的恩典。我们邀请凡已经洗礼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领受圣餐。如果你还没有洗礼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一起纪念主的恩典。这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咱做伙来领受。等会一点点啊，安尼，吼，一点点就可以了。好。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饭后也这样举杯，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请咱的小会员来为咱设法旁杯。咱共款邀请已经领洗礼加入教会兄弟姊妹来祭这个杯。如果你还未领洗礼加入教会，咱就是伫祈祷中间来孝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一样邀请凡已经洗礼、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来领受这个圣餐。如果你还没有洗礼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杯是新约，以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逢我们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会到伊过来。咱三个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圣囝，为阮死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宝血，拍破伊的身躯，来洗清阮的罪。当阮搁一届伫即搭遮做伙坐倒，做伙来孝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阮求你帮助阮，毋是干那伫即搭遮，阮欢喜自责。搁较重要的是，阮伫阮的生活，伫阮的性命，显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互阮毋是干那食耶稣的肉，啉耶稣的血。搁较重要的是，阮的性命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来荣耀上帝的名。愿你赏赐圣神，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互阮会晓常常照着上帝你的话语来行，坚固阮的骹步，也坚固阮的兄弟姊妹。特别，阮将阮今仔日领洗礼的姚春美姊妹，甲伊的家庭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你坚固因带，愿你保守带领。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的小会员来甲咱释放饭杯。这是咱来学了圣诗83首，请起立。
请坐。这是咱备万心来奉献。咱请起立，一齐来吟奉献的诗。好，咱游玩起来吼，咱上尾咱搁来吟颂容吼388首，吟了咱请詹牧师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引带，常常甲咱众人三角伫地，特别伫姚春美姊妹全家的身上，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好，请坐。这是来报告。毋知影今日敢有新来的朋友？好，咱看周报内面吼，本教会吼，即马推广就是每天吼晚上9点吼，咱全教会来同心合意，为着教会内面需要为伊祈祷的吼，嘛会当为大家祈祷。所以恁若下暗9点，你会当有时间，恁就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吼，啊，就大家同心祷告吼，神会悦纳。啊，过来第3点，咱今日就是举行姚春美姊妹吼，伊的生日，啊，咱做欢喜，教会内面搁加一个
肢体哦，他们全家哦也都来我们教会做礼拜，我们欢迎。今日下晡夫妇团契有那个邀请到吴信如姐妹来分享，哦，那有空的话就留下来听。听说那个吴姐妹她分享得很精彩。还有后礼拜有迄个李长乐娘因厝里有家庭礼拜，哦所以有要参加的，伫后壁要先报名啦，吼。好，上尾咱请叶长乐为咱今日要分享的小组分享的要点。亲爱的这平安。咱即摆迄个圣经哦，新安公已经读迄个历代志上，差不多读完啊啦。过来要接历代志下吼，历代志上甲上尾啊遐其实拢咧讲大卫的代志，以及准备起圣殿的代志。内底有3项，我今仔日甲各位分享嘛，差不多用5分钟的时间。第一个就是讲迄个约柜，约柜要去运甲，因为大卫伊讲吼，已经做王啊嘛，王宫嘛起好啊。所以本来讲要起圣殿，上帝甲伊讲吼，你袂让起圣殿，因为你的手有沾满了血啦，因为修剪嘛有杀死人，所以伊袂让起圣殿，讲你的囝所罗门会当起，所以伊无起来，伊就要准备要起圣殿。要起圣殿以前，伊讲迄个约柜吼，先甲送转来耶路撒冷遐啦。第一摆伊要去扛这个约柜转来的时候，伊有准备一台新的牛车啦。就有人去吼去，咱知影迄个约柜放伫对呢？放伫迄个基列耶林迄个所在，是伫迄个阿比拿达引导。是安怎迄个约柜会放伫啊？因为伫迄个撒母耳迄个时间吼，因为因甲非利士人去修剪啦。修剪的时候，战输非利士人啦。战输非利士人讲无咱约柜扛出来，应该会战赢啦。所以约柜就扛出去，约柜扛出去，结果无祈祷吼，无求上帝啦。敢若家己甲扛出去，就开始要和人争啦。所以约柜煞叫非利士人甲抢去。非利士人抢去的时候，非利士人扛去因的庙宇遐的时候，放咧遐庙宇煞迄个庙吼，迄个因咧拜神煞摔落来啦，摔落来，佫因吼，大家拢生疮啦，生痔疮啦。所以无法度讲较紧的甲送转去，佫送转去即个要互因迄个以色列人。送转去时，送去啥物人引导？就是送去位伯示麦遐吼，送去到迄个基列耶林遐，伫迄个阿比拿达引导。伫遐安尼拢总囥几年呢？囥20年啦，囥20年，你就知影讲囥足久诶。所以伊就想讲，大笔就想讲，安尼无来甲约柜扛来耶路撒冷，又起一个迄个所在吼，要咧囥约柜啦。伊用迄个牛吼，去要车的时啊，当然嘛有一寡人去啦吼，一寡人去。牛讲着达啦，牛去踢着物件啦。我其实我细汉哦，都拢咧饲牛啦，从来毋捌看过牛着达啦。从来毋捌。你问王章就知影，王章拢含我咧饲牛嘛，甲因讲过，牛真少着达，牛敢若安怎拖袂起哩，迄时会跪落，因为伊无够力吼，伤重拖袂起哩，会跪落啦。汉伊讲，我都毋捌，我安尼为细汉到大，毋捌看讲迄牛着达。结果即摆讲牛着达，迄个约柜吼，煞叫要拄落安尼，乌撒去甲换一个吼，煞现死啊！换一个现死的是讲，迄个圣经写讲吼，大卫不高兴啦，讲大卫无欢喜，无欢喜的是，即个约柜怎啊送去迄个俄别以东引导，伫迄个加特迄个所在。对，即摆咱知影吼，迄个非利士人的5个城市内底。加特就即摆迄个加萨迄个所在啦，加萨族人迄个所在，怎送去啊？圣经记安怎呢？记讲吼，上帝祝福俄别以东甲一切伫伊所做的代志啦。放伫遐，上帝祝福伊。所以后来大卫讲，无过来甲送即个约柜甲车转来。送即个约柜要甲车转去的时，伊就安怎叫利未人甲祭司啦，用祭司去扛啦。即摆都无用牛车哦，用这些，所以咱咧读圣经讲的是，伊讲安怎？伊讲迄敬畏神啦，你有惊上帝无？还是讲你凊彩用一台牛车来拖转来就好？迄个差别非常大啦。过来伊就拖转来吼，拖就是讲都用人来甲扛转来啊。
过来第二个就是迄个电台宾吼，讲咧点迄个人，拢总迄个以色列人有偌济人啊？伊咧点选人数的是讲。约押甲伊讲，你毋通做这个代志，你做这个代志得罪上帝。连约押伊的将军都安尼讲，啊，讲大笔讲吼，我无爱插伊啦，讲一定要点来。啊，所以后来上帝吼，甲大卫讲吼，有三项你爱敬嘛，吼，看要瘟疫，还是要拄着饥荒，还是讲要，还是讲上帝的迄个灭命的天使来甲伊杀啦，哦。啊，后来伊讲伊选，伊无爱交互即个外邦人啦，无爱，伊要宁可上帝来处罚。咱知影伊点选人数，啊，就拄着即个代志。即个问题嘛是讲安啊，讲伊骄傲啦，已经做王啊，所以我咧点看卖，看拢总哦，我即马偌济人，我管偌济人，我去倒到倒去，拢总管的人偌济。约押甲伊讲吼，毋通，嘛真济人甲伊讲毋通，伊硬着心就是要做即个代志啦。哦，咱知影后来。伊咧做即个代志吼，甲跟约柜即个中间，伊阁发生一个代志，历来记录无记，伫即个王求记，伊就是去引诱即个、迄个拔示巴吼，就是迄个所罗门伊的老母啊，吼啊，即个代志上帝嘛真无欢喜啦吼，啊，所以咱知影讲伊的点选人数，即个上帝遮疼的人，甲遮敬畏上帝的人，嘛会做正上帝无欢喜的代志，嘛是会啊，但是伊有一个就是讲啦，伊有迄个反悔认罪啦，吼，伊有悔改认罪，所以伊伫诗篇51篇讲，求你互我有清气正直的心啦，哦，所以伊就特别有写这个诗。啊，咱过来，咱看到过来讲，迄个到上尾啊，伊就讲起圣殿啦。要起圣殿的时，伊无落起嘛，所以伊准备偌济呢？伊准备讲金吼170公吨啦，金170，啊银340啦，啊过来铜620。铁3400公吨，伊就准备好势，啊，佫有迄个香柏木，佫有宝石，其实拢有准备啦。啊，咱圣经有写着讲吼，所有这些捐献的人都满心欢喜啊，百姓也欢喜啊，哦，所以欢喜甘愿来奉献的，来奉献啦。所以我咧读这个甲本宝人，伊咧写这个所在，伊讲哦，咱逐摆祈祷的时，拢讲我奉献淡薄仔金钱，伊讲袂当讲淡薄仔啦。哦，别人讲啦，伊讲啦，我将上好的来奉献啦，一定爱像大卫王安尼讲，将上好的来奉献。过来圣殿，伊讲圣殿若起了的是嘛，伊讲啦有人嘛，所以祭司甲利未人拢爱训练，哦，啊爱有迄个咧唱歌来学落的，有祭司咧献祭，拢迄制度拢甲写好。过来就是安怎呢？人员甲迄个制度，就是讲咱即摆用电脑来讲，有一台电脑伫遐啦，硬体伫遐，啊有人能操作嘛。嘛，还佫有软体啦，所以大笔这三项拢甲准备好，啊，甲所有人交代。伊讲这是咱上帝甲伊启示的，所以你都会记你照这个代志来做。啊，其实这个咱知影历代志是已经被掳归回倒来啊，所以你回想大卫这个代志，互因讲毋通袂记啦。啊，其实伊起起来吼，以色列因倒来时起起来，迄圣殿作势啦。所以讲老一辈看过圣殿的人，讲看到迄个圣殿哦，说老哇塞，安怎含以前的圣殿煞袂比哩啦。啊，过来因倒来的时，因所有70年啊嘛，70年的时，伊所有伊的财产，伊大的所在，拢已经别人咧大啊，人哪要行利啦？啊，要搁起圣殿，要搁修迄个城墙吼，所以有遇到非常大的难处啦。但是上帝嘛，甲因祝福啦，互因搁恢复甲以前共款啦。哦，啊，所以咱伫遮读，我伫读迄个历代志上的时，到上尾啊，看到讲大卫王为着上帝殿咧准备啦，我就想讲，咱教会嘛是安尼，顶届要建堂，要买礼拜堂的时嘛是安尼，大家互相吼用欢喜的心来奉献，所以咱真紧就甲即个圣殿起起来。其实咱会惊无会啦，啊，阮过高即马要起哦，讲要17000万啦，啊，即马讲吼，迄个物价个波动可能爱1亿8千万啦，1亿9千万啦，所有的会友大家拢带咧等啦，哦，大家惊到要死啊！啊，但是安怎啊，上帝陪伴啦，所以将寡妇的2厘来奉献的话，就法度将这个来起起来啦，因为这是恩典啦，像张牧师所讲的，这是上帝的恩典。哦，而且我以上甲各位分享，大家谢谢。想要咱请圣歌队为咱唱祝福的歌。
我做安尼做3年。